正道，做对生命有益、水的事，请曾牧师。向日葵学园的4个毕业生，牧师甲恁恭喜，愿上帝祝福恁头前所要行的路。今仔日毋是恁的毕业典礼，毕业典礼是后礼拜2，但是咱的向日葵学园最后一个礼拜要毕业进前，教会拢会伫礼拜中邀请恁来参加礼拜，也伫祈祷的中间甲恁祝福。牧师要甲恁加油，讲伫恁的头前。无拄逐项拢会顺遂，有可能你嘛会阁拄着生命上的困境、压力、困难，但是勇敢的向前走。愿天父上帝赏赐恁伫头前，恁会当找到一条路，互恁一生感觉很满意，会当做伫恁一生中间，互恁感觉值得骄傲、有价值、有意义的事。这就是今仔日伫礼拜中间，大家。要甲恁祝福的祈祷，亲爱兄弟姊妹，今仔日的礼拜，咱要刷接伫顶礼拜中间咱的祈祷。顶礼拜咱做伙伫上帝圣殿所领受的题目叫做“伫圣神的内底来欢喜，有满足喜乐的人生”。所以兄弟姊妹，顶礼拜的圣经节，敢有带互恁对心中鼓励、有亮光、有好奇？来发出恁对生命中间的祈祷。顶礼拜有人做礼拜了后，伊甲我回应讲：牧师，这礼拜我拢来想伫圣经内底遐个话，我要怎样得到一个满足、喜乐的人生？所以兄弟姊妹，今仔日咱要阁继续来用这个祈祷来做咱的开始。愿上帝圣神帮助咱在座兄弟姊妹，伫恁的一生中间找到恁感觉真有价值。也是真满足，阁有找到一项，就是你一生中间感觉有价值、阁尊贵的代志，做对、做有意义的事情。伫咱要领受圣经的话进前，我要邀请兄弟，咱阁一摆同心来祈祷。至圣的天父上帝，当阮聚集伫你的圣殿内，阮向你来恳求。每一摆做礼拜，拢是阮得到祝福的日子。每一摆，阮伫礼拜堂对你所发出的祈祷，你要伫天顶来甲阮成就。无论阮人生中间有顺境或者逆境，主你拢是阮的上帝，是阮的倚靠。主，阮伫你的面前同心自责，阮要静静听，求你的圣神将智慧的话放入阮的内心，佮赏赐你的开力。互阮勇敢壮大向前行，特别来帮助伫向日葵学园学习的这每一个学生，互因伫人生中间找到因家己生命的亮光，会当找到因生命的标杆，知影何去何从，会当找到因人生中间对因有帮助的一条路。主帮助阮伫今仔日的礼拜，阮对人生生命所祈祷的，就是甲你讨。主啊，阮一生着做什么？对阮有利益，愿天父上帝，你用圣神来帮助阮，互阮伫你内面会当得到造就甲帮助。阮安尼脚步静静听，求你对阮讲话。阮安尼祈祷，我靠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像这顶礼拜的圣经的主题是对罗马书14章17节的最后一句话：活伫圣神的内底，满足喜乐的人生。伫这个所在，圣经甲咱讲起，咱要有满足喜乐的人生，爱有3项代志。第一，爱做好的代志，公义英语叫做 justice， 意思是做对的事情。第二，和平伊原文的意思是 shalom，shalom 的意思就是一个祥和、平静、安静的所在。就亲像敬拜赞美中间，咱最后所吟迄条诗歌，真做咱的祈祷。无论受到什么种的风影，我要勇敢壮大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继续顶礼拜的礼拜，也愿天顶的上帝甲所有伫今仔日礼拜，包括向日葵学园的同学，甲每一个兄弟姊妹，
愿天父上帝赏赐伊的圣神，充满伫咱每一个家庭，充满每一个较无伊活命的天父上帝，互咱有把足的上帝圣神的活开，加做咱的力量，加做咱的开拓。那安尼，咱继续顶礼拜讲无了的，就是我若假使较无上帝的祝福，有满足的喜乐，那安尼我就怎样做？我当如何做，我的生命才会充满了幸福？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也回应咱的祈祷，互咱伫伊的面前，咱来听今仔日圣经的话。今仔日的圣经有一句真吊诡的话，但是嘛有一句真重要的话。这两句拢是金句。第一句就是提多书第3章第8节的上路尾句，伊讲上帝的祝福是为着要互相信伊的人一生得意做遮好的事业，遮的拢是好有利益伊的生命，一生做正经的事业。这是中文的翻译，讲咱伫一生中间都要做正经实在正直的事业。但这个正经这个字其实是到上尾啊抓迄个拢是好共字，好伊伫圣经的原文叫做 kalos。kalos 的意思就是完美、没有瑕疵、卓越、美好。我要用这句话来鼓励兄弟姊妹，咱花伫咱的心中，甲上帝祷告：主，你要赏赐我的生命是一个 kalos 的人生，意思就是一个完美无瑕疵。我的生命要充满上帝你的卓越、有特色的人生。咱对上帝讲：主啊，这是我一生所渴慕的。所以简单来讲，今仔日的礼拜的结论，就是咱甲上帝讨3项代志。我一生做对了事情。第2项，我每一天所讲的每一句话都讲对了话。第3，在我的人生中间有一条不用换跑道。就是从我少年一直到我年老，是一条更真更我受祝福的路。做对的事情，讲对的话，走对的道路。愿天父上帝甲咱所有兄弟姊妹三甲弟弟，嘛愿在座这许多人的，无论是阿公阿嬷、爸爸妈妈，愿恁通过祈祷的操练，来祝福恁的囡仔，鼓励恁的囡仔，陪伴恁的囡仔，一生无论拄着心中的艰难。上帝甲因三甲弟弟，这就是咱今仔日的祈祷。第一，最正经的事业，所以毋是什么样的事业，拢是上帝看最好。所以咱伫这个世间，咱对少年开始，就是咧找一个真适当的职业。当然，有的人因感觉好的职业就是会当赚大钱。但兄弟姊妹，如果你若伫圣经内底有了解，你一定知影耶稣袂安尼甲咱讲。因为耶稣会讲，迄是外邦人所求的，对无？恁着叫先求上帝的国，甲上帝的义。所以咱一生正经的事，到底是什么？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互咱伫咱的囡仔成长的过程，咱真做一个守望的祈祷的爸爸妈妈，陪伴咱的囡仔，伫因的人生要行头前的道路的时，甲因参详，甲因讨论，互因真适当的建议，互咱的囡仔，就亲像像这个学院的学生，伫老师阿姨的身边，上帝互恁有真好的陪伴者，要真做恁的鼓励，嘛真做恁的一个指导者。竹堂教会是恁另外一个家庭，喜乐保院嘛是恁的另外一个家庭。所以等恁成长的过程长大以后，喜乐保院跟向日葵学院永远欢迎你们回来。愿天父上帝也帮助恁头前所要行的路，虽然有困难，但是勇敢向前行。因为一个人若一生坚持做对的代志，到人的一生会享受所结出来的果子。主甲咱三甲弟弟，用伊的圣神来感动咱。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毋是干那静静听书会所共读的圣经，毋是干那听牧师的解说甲分享，会当对咱的心中有一种的感动，问上帝讲：主啊，我的一生应该要做什么？我来到这个世间，我应该要做什么？是我应该做，毋是别人。
因为上帝所量身定做好每一个人的人生，拢是无同款，拢是独特。所以愿咱在座兄弟姊妹，伫今仔日的礼拜，用敬虔的心，安静为你家己祈祷，问上帝讲：主啊，伫我一生中间，我着做什么？愿主回应你，因为圣经中间有真侪话甲咱讲，咱着爱做什么代志。保罗甲彼得拢是初代教会内底最要紧的信仰的老爸。彼得后书第1章第3节，彼得安尼甲伊兄弟姊妹讲：上帝已经将关于生命甲敬虔的事，咱一生中间上重要的事，就是活命甲敬虔。因为敬畏耶和华的人就要有智慧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圣经讲敬畏耶和华的人就要有智慧，因为迄是智慧的源头。更较济，伫以赛亚11章第2节，伊讲敬畏耶和华的人，因就要得到智慧、聪明、策略、能力、知识。最要紧就是对因内心，伊知影上帝是通敬畏的上帝。愿天父上帝帮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因为咱认捌主耶稣基督，所以上帝要将这个真奥秘、真重要的事来讲互咱听，也帮助咱。所以今仔日的圣经代表伫伊的祈祷中间讲：我受苦是做我的利益。兄弟姊妹，这句话是听起来足吊诡，人拢无爱破病，有啥物人爱志愿要破病？人拢无爱拄着车祸，嘛无爱拄着艰苦的事，对无？但是为什么代表伫伊的诗篇119篇，毋是19篇，是119篇？代表讲我受苦是做我的利益。这句话是真吊诡的话，但是如果你若读过中文，特别是伫高中的阶段，可能咱拢会读到一句话，叫做“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，必先怎么样？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行活乱其所为，动心忍性，增益其所不能。”兄弟姊妹，敢若听无书安尼读一摆，恁无的确背起来。但是你会当去 Google 看卖，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，意思就是天顶的神若要将一个真伟大的使命，一个祝福互咱，伊会安怎做？这句话就是拄拄代表讲受苦做我的利益。伊讲什么？伊讲先苦楚伊的心智，互伊的内心拄着困难，互伊感觉家己丧凶，互伊感觉欠缺，操练伊，互伊腹肚枵，互伊当忍耐节制，佮扰乱伊的心内。伊感觉心内真逼迫、真艰苦、真苦楚、真看路有压力。但是伫伊个压力的中间，这个孟子伊讲什么？扰乱伊的心性，扰乱伊的感情，最后的结果就是增益，增加伊的利益，其所不能。帮助咱所有的运动选手，拢需要超过一段真严格的操练。而且我都就是一个真勇壮的运动选手。音乐家嘛是安尼，艺术家嘛是安尼。世间无简单的事，那一生拢求简单，就是一无所成。兄弟姊妹，这不是苦楚，这是人生中间必然的代志。所以，愿今仔日这两句话，就是代表讲，我受苦做我的利益。兄弟姊妹，常常陪伴你的囡仔伫家庭中间做因的模范，拄着艰难的时阵不逃避，勇敢的真正向的去面对咱所拄着的代志。多撇问题未解决，只有认真用安静、用智慧、用忍耐来面对着咱所拄着的问题，接纳咱所拄着的艰难，咱就要得到训练甲利益。这嘛就是今仔日代表伫119篇第73节，伊讲什么？伊讲上帝用手创造我，成就我。虽然白话字圣经讲成我，成我意思就是成就我的生命。上帝创造咱，上帝成就咱的一生，互咱有智慧。白话字的圣经是翻做，但话圣经翻做，互我成做有智慧的人。但是伊的原文
和合本的圣经翻译了较好。和合本的圣经讲，使我有悟性，悟性就是啥物？就是理解的能力。我虽然受苦，但是伫受苦困苦的生活中间，我忽然有一种的了解。我的爸爸安尼甲我训练，互我真侪压力，真侪要求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的爸爸妈妈爱我，爱我好，爱我有能力，爱我真侪受训练的人。天顶的上帝嘛是安尼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代表佮继续落去第74节，伊的祈祷是安尼讲。伊讲：倘互人看到我的时，就羡慕；人看见我就喜欢。意思是讲，当人来看到我一生的时阵，因就感觉，哪会当像这个人啊，我一生就有价值。这句话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代表是祈祷讲：主啊，求你通过我的生命，通过我的生活，互人看到你。因为今仔日的我，毋是我家己，是上帝你所想事、成就创造的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愿你的囡仔，互你哪看哪介意，互你的囡仔也真做你手中的骄傲。亲如圣经上帝讲，咱若伫上帝的手上手掌心，咱要真做上帝手上的华冠，国王咧伫的无啊。所以意思就是讲，每一个上帝所创造的人，拢要真做伊的宝贝囝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上帝讨讲。求你用你的话对我讲话，互我听见了后会了解。有悟性，悟性的意思就是一个理解能力，一个顿悟亮光。主甲咱三个弟弟今仔日的圣经，咱安静咱家己。拄则我已经有甲咱回应，我读这段圣经的时，一个疑问：世间较有一种受苦的人，佮欢欢喜喜，毋就空的？吼！看病啦、车祸啦，拄着艰难，伊讲拄着这才是对我有利的甲造就。兄弟姊妹，这句话是非而是，很吊诡，听起来真好的了解，这种话无道理。但是这句话对咱来讲真重要。这句话的受苦这个字，本身嘛是一个足水的字，伫圣经旧约的原文叫做安娜。阿亮啦，你拄着什么代志？咱拢说安娜，对不？这个字读起来音都同款，就是安娜。安娜这个字出现在圣经中间，有足水的意思，足丰富。第一个翻译常常翻译做受苦，但是伊有另外一个意思，叫做谦卑。拄着艰难的人，才知影家己袂得熬力。所以古早人有一句话讲：人千胜万胜，不达天一位。人伫困难艰苦中间，才知影咱袂熬力。所以受苦这个原文的字有另外一个意思，叫做谦卑。当我拄着困境，我行到人的极头，我拄着我家己的限制，我才知影原来我无啥物通夸口。通常有成就、有地位、好业的人，多数拢离上帝无介近啊。当然有真甲上帝真近的人，因为咱若好业，咱若有社会地位，咱有学历。咱通常拢足主观，嘛真容易骄傲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毋是故意甲上帝讨受苦，但是咱通过孟子伊甲因迄个告子篇，就是可能是咧甲伊囡仔教、甲伊学生教的告子篇下篇内底，伊讲：天将大任于世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行活乱其所为。意思就是扰乱伊的生活、伊的动作、伊的生活的步调，苦楚伊的心智，操练伊、扰乱伊，互伊伫扰乱的中间慢慢找到稳定、勇敢、甲坚强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找到这个受苦的利益，特别伫今仔日的礼拜，耶稣伫伊的八福中间回应这句话，上界互人得到安慰，因为主耶稣讲。为着伊受苦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天国是因的。这句话怎样讲？这句话意思就是讲，为着真理来受苦的人，对就对，唔对就唔对。伫迄个受苦真理的中间，为着正确的代志，为了做对的事情而付出代价，这种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得到信息的上帝，将信息就是天国、上帝荣耀的国度。
来放伫伊的人生的中间。兄弟姊妹，咱来用耶稣伊伫八福中间即句解说的话，咱就知影原来代笔伊早就有上帝圣神对伊所讲的话。因为上帝国是甚么？上帝国代表圣经中间所有各种对天理来、对天顶来属灵的益处、信仰的好处，要长大成人，无过再亲像囡仔讲话、性情、行为真幼稚，亲像囡仔。既然大汉长大成人，就弃杀这幼稚的事，追求有价值、好、佮水的代志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来帮助咱。拄则我有甲咱解说受苦伫圣经旧约的原文，伊的字叫做安娜。安娜这个字本身有4种的意思，一种的意思等者我会甲咱解说。所以结论来讲，这个字介简单来讲，伫受苦的中间，人会谦卑，也通过咱所拄到的情景生活，上帝圣神要将伊的话甲咱讲，然后咱伫咱的有限、伫咱的软弱的中间。咱就会晓祈祷，所以通常咱问咱家己：是伫你洋洋得意的时，你有祈祷吗？还是当你拄着流目屎、艰苦心的时，你较常求祷？通常真奇怪，拢是艰苦流目屎的时，咱才会台湾话讲做靠赖上帝，对吧？主啊，无你袂使啊！所以迄个时阵，咱就知影讲惨啊！我家己袂熬得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这段圣经，互咱对犹太人对圣神的帮助，对犹太人因的话，安娜这个字，咱知影。上我4种的意思，我只有解说咱2种，互咱听。第一，受苦。安娜这个字，还有另外一个意思是斟酌去看，向下看。意思就是对咱所发生、所拄到这个情景，咱斟酌目睭紧紧来观察。该了解，在咱的困境中间，谦卑向下看的意思，还有另外一个字，受翻译做谦卑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受苦还有另外一个意思，叫做 cry out， 英语叫做哭喊，哭出来，讲出来，将咱的苦楚的情来讲给上帝听，来甲耶稣祷，来甲耶稣讲：主啊，我拄着，主耶稣，我拄着这个困难。所以伫圣经来讲，圣经中间有耶利米哀歌，恁会记无？所以伫圣经中间有一寡祈祷，迄叫做啼哭的祈祷，这就是安娜的祈祷中间的一项。愿咱伫今仔日这段圣经中间，咱明白，伫圣经中间若记着讲着受苦的事，通常拢会讲着上帝作为，就亲像孟子，伊讲天将降大任。上帝毋是故意爱咱受苦，毋是，但是受苦对咱是有造就、有帮助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你会记得顶礼拜我甲你讲一个人，伊嘛叫做安娜，迄个博士有无？迄个神经医学心理医生，伊咧讲起人的生命当中，人的脑内底天然有一个天平。你还会记迄个譬如无？那个不是比喻。那个是很现代的21世纪的咱咧讲心理科学跟人的脑部的功能的研究的结论。对上帝创造人到第21世纪，人才知影讲原来人的生命中间有一个看袂到的天平。伊的结论就是讲，当一个人若过度享受，这个天平就当头倾。伊讲一个人真正会当过得很和谐。幸福的生活必须这个天平不是当头起，伤过艰苦人嘛挡袂牢，一直拢享受人嘛袂幸福。所以咧讲起人的生命需要有一个很平衡感，在咧压力过程中间需要有平衡感。到底今仔日这样科技发展、这样文明的时代，人才了解家己的脑部内底原来就是圣经早的。几千年前，圣经就甲咱讲，伫我内面有一个搞怪囡仔，伊常常搅扰我。伫我内面有一个人，所以兄弟姊妹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能够体验自己。所以受苦，代表讲受苦对我的利益有3项好处。第一，受苦互咱谦卑，互咱明白，
咱是一个有限的人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古早人早就甲咱讲，人外有人，过来咧，天外有天。这句话咱拢会晓背，但是有时咱无容易了解。真正这是在考验咱，要有谦虚，爱对咱家己的生命内底要有一个谦虚的感觉。第二，受苦的意思就是，当咱伫这个困境、困难的中间，来向下看。正视的意思就是讲，真认真来面对，勇敢向前，迎向。伫两种的运动过程中间，拢是迎向困难。风吹，若无风袂飞，咱知无？而且迄个风一定不是顺风，一定爱逆风，对无？风吹所要扭的时阵，遇到一个逆风，迄个风吹才安那张满帆迄个船篷，伊才会当。安尼，航船咧航海嘛是安尼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困境的中间，会当吹到上帝的话，会当听到上帝的话。第三，要鼓励咱，伫困难的中间鼓励咱勇敢壮大，不要怕，只要信。昨暗的查经班，就是查到耶稣甲伊的身边的人讲，特别伫甲迄个圣经管会堂的街路，伊甲伊讲。唔免惊，只要相信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做礼拜，唔是干那听道理，是真正咱醒起来。咱知影，咱是一生是有限的，也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伊的面前。所以今仔日有两个结论，要邀请兄弟姊妹，诚做你一生中间学习的功课。第一，咱伫困难的中间，咱就常常倚靠祈祷。伫困难的中间，对上帝祷讲：主啊，求你帮助我。伫这个困境的中间，互我看到你的意思。就亲像今仔日的礼拜，牧师引用耶稣基督伊所讲的8福来回答受苦。耶稣讲：为着义来受苦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天国是因的。受苦做咱的利益，意思就是互咱活伫上帝的公义，活伫上帝的正直。做对的代志，讲对的话，行正确的道路，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互咱明白受苦对咱有利益，所以勇敢来面对咱所拄到的代志，而且伫祈祷的中间来听圣神的声，所以伫圣神的内面来祈祷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当咱拄到艰难的时阵，咱都要进入去礼拜堂，伫圣神的面前，甲圣神讲。亲爱圣神，求你帮助我。人甲我关所有的门，但是求你甲我开一条机会甲恶梦的门。求天父上帝帮助，互咱伫艰难的困境的中间，咱有属灵的智慧，通过圣神的帮助，静静听。就亲像咱今仔日敬拜赞美所念的第3首，我要静静，我要安静，因为。袂当安静的人，就无容易听到上帝的声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我要用几个真特别的灵修的老师，因所讲的一句话。这灵修的老师，拢是伫20世纪初中间影响全世界最要紧的带人灵修的人。这个叫做巴克，这个牧师，伊写几啊本中文的翻译做中文的册，其中有一本讲。当我伫软弱的中间，甲主耶稣同行，我就要得到伊所赏赐我的快乐。这就是以马忤路上，伫死实行行中间，耶稣学生失去信心，但是伫以马忤的路上，耶稣甲因同行。所以巴克这个牧师受人称作伫20世纪中间真有影响力、最有影响力其中的一个人。伊所讲，伫咱的软弱的中间。有主耶稣同行，你的生活就是一条朝圣之旅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这个牧师的故事，我嘛甲恁讲过。其实伊毋是牧师，伊是神父。伊曾经罹患了忧郁症。你讲牧师也会忧郁症哦？你若毋通想讲牧师是神，还是讲伊都未破病？毋是，牧师甲咱拢共款。有七情六欲，有人的情绪，有人的软弱。但是这个叫做卢云，这个牧师，伊是荷兰背景的一个神父。
伊诚做20世纪初最要紧一个属灵智慧的导师。伊伫伊拄着忧郁症的时阵，伊到一个修道院，嘛是一个身心障碍机构，叫做方舟，伫加拿大，叫做方舟一个身心障碍机构。伊伫遐一方面嘛咧疗养伊家己，一方面嘛贡献伊的能力来陪伴身心障碍者。真奇妙，上帝通过一个这个智能，这个发展不足的一个查甫囡仔，这个囡仔甲伊的互动3天的过程顶悬，这个神父互迄个囡仔的纯真，互迄个囡仔对伊的渴求，互迄个囡仔对伊的回应的疼。如云伫迄个中间得到释放。伊讲：我来是为着要照顾这个身心障碍的囡仔，不怕算，上帝用这个身心障碍的囡仔医治了我。后来伊将伊这种的心境，就是讲伊这种伫困境中间，迄种的心思的苦毒，伊写做一本册。迄本册的册名叫做《负伤的疗愈者》。意思就是讲，当一个人受过苦，后来伫受苦祈祷，得到头棒人捌真正经历到上帝的帮助的人，伊才有法度真侪真正同理心，嘛会当帮助人的人。所以，弟姊妹，这两个故事拢咧鼓励咱，受苦对咱的利益，就是这种属灵的利益。咱拄着的艰难，是为着将来咱回头过来。耶稣讲：“我已经为你祈祷。”伊甲彼得讲：“我为你祈祷。当你得到坚固了后，你回头的时，你要坚固扶持你的兄弟。”所以，弟姊妹们，咱的教会是一个互相扶持、互相照顾、互相鼓励的教会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用这句话为咱家己生命的改变来祈祷，代表讲，你的手创造我，正伫我的心上，求你给我智慧，求你赏赐悟性，求你伫我的生命中间创造属灵的智慧，给我伫艰难困苦的中间，我的心智重新得到平静。你的恶梦进入我的内心，如云伊讲，我受过伤。我走过低潮，我走过许多黑暗的夜晚，但是上帝通过一个真单纯的囡仔，伊互我得着医治。所以，弟姊妹，上帝就是这样奇妙。愿今仔所听的每一个故事，对咱拢有意义。愿今仔所听的每一个故事，对咱拢有启示甲帮助。这是我真爱听讲道篇的一个牧师，伊叫做保罗瓦夏。瓦夏就是咱咧说罗斯的时阵有一个特钱啊，这个英语名真出名。所以古早欧洲的人的名，因的家族的名，拢有代表因的祖先的职业啦。帕提亚的啦、本达拉的啦，做什么叫因的迄个名的姓，拢有因的背景伫咧。保罗瓦夏这个人，伊写一本册。伊讲上帝要伫咱的软者，伫咱人生中间的软弱的中间，继续伊的创造。兄弟姊妹，上帝要伫咱的困境的中间，继续以伟大奇妙的作为，伫咱的生命中间。经过几千万年了后，人类才发现，伫人的脑内底有一种的细胞，伊若拄着好的幸福的时阵，伊就产生多巴胺。人若拄着困苦的时阵，伊心内分泌某一种酵素，该讲小心谨慎。所以这是后来精神科学人才发现，今仔日咱继续咧创造叫做 AI 晶片。但是我感觉，这科学家互咱看见一项，就是上帝的创造，减无比更较伟大嘛。起初上帝创造天地的事，人类无遮尔文明的科学，人类无遮尔有功效的电脑甲晶片，但是上帝已经甲人的脑部创造甲遮尔精密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珍惜咱家己，我们的生命是上帝伟大奇妙的作品。咱伫做面前，咱甲主祷讲，
主啊，求你帮助。所以第二日今仔日的礼拜，我要邀请兄弟姊妹，为着你的一生所做的第二个祈祷，伫今仔日礼拜学习的第二个祈祷。咱甲上帝祷讲，求你开我的目睭，开我的耳孔，开我的心，互我明白圣经中间保罗所讲，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。如果这节的圣经对你来讲，那是一个有意义的应允。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上帝问讲：主啊，你知我听你；主啊，你知我真心敬畏你。天顶的上帝，你知我把你当作我的上帝。天父，我嘛知你伫我的人生中间有你的计划，甲你的安排。主求你帮助我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从我开始寻找到上帝你的预备，互我伫人生中间明白，我一生要做什么，对我有利益甲好处。这就是今仔日第二个祈祷。咱甲上帝祷讲，主啊，我明白有价值的事，精致的、美好的、没有瑕疵的。亲像牧师拄则解说讲，这个好，这个字叫做卡洛斯，卡洛斯这个字，咱甲上帝祷讲，好得无比。主啊，水无比，是一个价值无比，是一个完全没有瑕疵、无瑕疵的生命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这个话放伫咱的心中，这个问题放伫咱的思考甲祈祷的内底。咱问圣神讲，亲爱的圣神，求你开我的心，互我明白，伫我的生命中间，什么是利益我，互人的比甲人体较有福气。这句话毋是道理，这句话是真理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咱愿今仔日这个圣经的话写伫咱的心中。伊讲这句话是实实在在，这句话是真实的，真实这个字叫做阿门。英语翻作 truly， 真的 truly， 用真的信息实实在在。愿天父上帝伊讲，伊的话要互信靠伊的人，注意留心。专心做好的事业，正经的事业是有利益到家己生命的。愿主这句话摇动咱的心，咱无去再做糊涂的人。愿天父上帝互咱的脚前有伊的引带，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做正经的事业，不投机摸狗，不偷工减料，是就是是。不是就是不是，在咱伫礼拜中间讲偌济摆啊，对无？但是咱敢有真正有这种的坚持？今仔第二这个字就是这个意思。第二的意思是坚持啦，持续，和上帝的美好，和上帝的美丽，和上帝所小数人类，伊看咱最宝贝，看咱最精致，是珍贵，没有瑕疵。求天父上帝甲所有的向日葵学院的同学同在，告诉自己，我是美丽的，我可以活得漂亮。求天父上帝祝福咱的囡仔，活出美好的生命。信用最重要、最宝贝，信用最重要的能力，就是让人活出来，伫矛盾、冲突、艰难的中间得到释放，活出和谐跟美好。愿天父上帝将这句话写在咱的心，做对事，说对话，走对路。愿天父上帝伊的圣神提醒咱，一直到咱一生的路尾，咱同心来祈祷。至圣的上帝，愿伫你面前，特别为着向日葵学院的同学来祈祷，求主你帮助因，让你一生能活出美好。主，阮同齐伫礼拜中间，阮要向你来恳求。主，第一项，互阮找到有意义的事，勇敢正直，无惊吓，只有信。面对阮头前你所计划的路，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主，你帮助阮，互阮一生是一个坚持，就是活出美好。阮同心伫你的面前安尼祈祷，我给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